有一名男子被另外一名男子爆出工作種類，受害人今日前往起底人士學校投訴。因為喺前幾日，阿羅志森就喺我嘅批准底下，將我嘅私隱職業去公開俾第三人知道。咁我對此表示非常憤怒。而喺琴日，即係星期日嘅，佢過到嚟我府係道歉，但係我見唔到佢任何誠意。喺道歉嗰陣，仲要面帶微笑，係令我覺得非常不尊重，係咪冇意識到呢個事情嘅嚴重性？今日我會嚟到恒生大學去進行投訴。咁我期望學校啦都可以做到呢三。首先我本人想恒生大學去做呢三樣嘢嘅。第一係呼籲羅志森同學係再次向本人道歉，係誠心嘅致歉啊，同埋向本人寫一篇書面道歉信。第二，我想要求恒生大學出一份嘅通告，期望其他同學都唔好擅自公開他人嘅私隱，以免觸犯法例同埋影響學校聲譽。第三，本人係希望學校係真係訓示羅志森同學，並給予他處分，達至阻嚇作用。佢之後進入校園範圍投訴，並於事後見記者。喺早幾日啦，阿羅志森就去擅自公開我嘅工作內容俾第三者知道。咁呢件事係令我非常憤怒㗎，我已經係備受滋擾嘅。其實因為有啲嘅朋友仔，佢哋知道我返咩工之後，就會利用我嘅工作去恥笑我，話我原來做啲咁嘅工作㗎，咁低人工㗎。咁我今日咧就嚟到恒生大學啦，咁就進行呢個嘅投訴，就投訴羅志森佢嘅起底行為。咁我頭先就已經上咗去學生事務處去進行投訴嘅。咁嗰邊嘅職員就收集咗我花路入邊嘅證據啦。咁嗰啲證據係包括埋有啲嘅朋友仔同羅志森嘅對話。咁羅志森就公開我嘅個人資料嗰啲嘅證據啦。咁嗰邊學生事務處就同我反映啦，佢哋會盡量喺今個禮拜會打返電話俾我，去問下我相關嘅事件，更多嘅事件，同埋去調查呢件事情。佢哋都好明白，俾人受滋擾係一件好嚴重嘅事嚟㗎。咁頭先喺保安喺 A 座門口嗰啲保安啦，咁都有同我講過，如果真係受到嚴重滋擾，係歡迎我去警署報警㗎。咁我都喺度再澄清一次啦，我唔想加呢件事但係我希望學校即係恒大啦，係可以懲罰呢一位學生，去給予佢嘅一啲嘅處分啦，甚至停咗佢喺無線電視嘅實習。咁我係會尊重學校嘅決定啦。如果學校真係唔去處理呢件事，咁我亦都唔係好相信學校係唔會處理呢件事㗎。如果學校真係唔處理呢件事，咁我都冇辦法，咁我都要尊重學校嘅決定。但係如果有進一步嘅行動嘅話呢，咁我都係會進行嘅，可能報警啦，咁都有機會㗎，或者去寫電郵去無線電視投訴啦，都有機會嘅。如果學生事務處嗰邊呢都已經係決定咗，即係打個電話俾我啦，咁都想我再嚟多一次恒大嘅話呢，即係再交代呢件事嘅話呢，咁我都係會樂意過嚟恒大，係再進一步嘅行動。